术水阁好，佫先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比咱来研究台湾俗语，有迄个顶句接下句，顶句讲无够，下句讲来重，为着一个趣味性的。咱讲一碗过三冬，啊若三碗九冬，毋是伊要加强口气讲三碗一世人。咱讲吼，物件伫咧分，有人有份，下半句伊就赞一句讲大巴肚的双份。但要安怎证明家己大巴肚？伊毋着摕妈妈手册来甲你证明，摕互你看。毋是啦，即款倒句就是讲究一个俗语的趣味性，互你好记。即句话吼，听一摆，永远你都袂放袂记就对啊。啊，台湾人吼，假咬的甲真咬的拢真济啦。我哪有迄个发挥灵感的人？国正啊听咧讲，俗语吼是正人的智慧，因为讲出来，大家拢认同。即句俗语毋才会流传。毋过其中一定有一个人发挥灵感，伊会想倒句，伊会想对比。即句俗语才留会落来，原来有迄个用成语伫咧接下半句的，但这毋知真咬啊假咬，毋过接得真趣味呢。头一句咱来研究，讲君无戏言，则咱知戏台顶皇帝出来，就是讲做君皇帝绝对无迄个讲戏人、讲无影、讲欺骗、讲颠笑的话，安尼叫做君无戏言。但即摆嘛共款呢，真侪只企业的大头家，你明咧讲出来话要收回无准算，一言一中，千言无用，安尼叫做君无戏言。结果下半句，人家接一句讲，安尼叫做君无戏言，当然神就无乱走。啊，当然啦，这都互相补充你，君有君的责任，神有神的责任，毋则接一句神无乱走。原来趣味啦！再来另外一句俗语，咱定咧听，讲家和万事兴。家庭若和睦，万项都一定兴旺。这毋免讲先加解说，毋过就是惊人听无，所以我哪有迄个毋知啥物人想出来，接下半句我哪接趣味的啦。讲安怎样呢？家若和就万事兴，安尼叫做好的，相对比歹的。好的叫做家和万项决定的兴旺，若歹的变做讲家若差，啊差就是袂好，家若差。万事行，毋是讲真讲甲起爱笑，我是赞叹讲吼，人发明即句话，接即个下半句，甲成语补充落去，说明互了解，这实在灵感原来真好啦。再来第三句，咱来研究原来真趣味。即句长老老，这成语意思真深呢。讲到做君主爱财，处之有道，对毋？你爱钱，你明咧讲用共占，用共念。用共捏，用共骗，食人的凊头，安尼就是讲照步来的时阵，毋叫做处之有道。毋过过去人册顶头有接下半句哦。本来汉文伫咧接的下半句是讲君主爱财，处之有道；政府爱食，立之以礼。结果毋是啦，毋知啥物人发挥的灵感啦，用君主无咧对比讲财甲色互相比拼无啊哦。因为君主对比小人哦，讲君主爱财，处之有道。啊，若小人爱财，就不顾体面。头拄我国生咧讲啊，共占、共捏、共欠，拢总万项，拢总百项来就对啊。安尼小人甲君主对比落去，即句俗语，原来产生一个趣味性就对啊。